耶和华将伊的道路指示咱，咱要照主的真理来行，用全意的心敬畏主的名。阮的上帝啊，阮要专心学乐你，阮要荣光你的名到永远。信诗第71首，我心学乐至关上帝。信诗第71首，我心学乐至关上帝。请起立用全首。请由咱徛伫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第29篇，伫新信息的后壁面44面。启应文第29篇是对诗篇146篇来的。我来刻，恁来应。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心要学乐耶和华。恁袂得倚靠君王，袂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去就归途，
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棒受悬架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厝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做声讲，恁着阿罗耶和华。请同心来压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各一摆自日伫主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阿罗你。主啊，你伫万民中拣选阮，成做主的门徒，有上帝话做阮大时的帮站。主，你对阮的听是安尼宽阔关心，主的恩典教也温润，我们来做伙。用阮的心灵来学罗你，将一切荣耀甲尊贵拢归伫你。主啊，伫阮今日要开始敬拜时，求主帮助阮安静阮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搁一摆清去阮的心思意念。过去一礼拜，若是阮有讲的话，也是做的代志，有得罪着你。犯罪，求主亲自来赦免，互阮伫你的面前会当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你，用谦卑的心来听叹你的话。当你的话临到阮的时，求你互阮毋但只是听，也愿意照去行，互阮伫你的真理内底会当得到提醒、安慰、甲力量。主啊，今日。剩下新的进度题目是因为你即句话，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对阮的心讲话，阮明白信心毋是嘴讲的，是伫阮的困难中间，也愿意倚靠你，追求你，也求你互阮学习，用真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需要、阮的软弱、阮的家庭、阮的工作，甲生命中的重担。拢交托伫你，求主祝福今日礼拜，无论是敬拜、祈祷、读经，也是后面的进度，拢有主的同在甲带领。求主对阮每一个人的心讲话，互阮重新体验到你的听，对你的话有搁较深的信靠，也互阮搁较有力量面对煞食这礼拜生活，愿一切荣光尊贵、权柄拢归伫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学到圣歌队要用对逐所在吟诗唱歌来献互上帝，请圣歌队。
上帝大疼痛永袂败退，超我的疼，永远的疼，赢过一切，永袂败退。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7章第24节到30节，伫旧报后壁面，请大家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7章24节，耶稣对遐出发去太俄地区，伊入去一间厝，无爱人知。毋过无法度保密。随时有一个妇人听到耶稣的代志，就来跪伫伊的骹前。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这妇人是出世伫叙利亚腓尼基的希腊人。伊求耶稣互伊的查某囝赶鬼。耶稣甲伊讲，着先互婴仔食。摕婴仔的食物掠互狗仔食毋好。妇人应讲：主啊，桌仔骹的狗仔拢食婴仔的饼油啊。耶稣甲伊讲：因为你即句话，你通转去，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啦。妇人转去因兜，看到查某囝倒伫床里，鬼已经离开。圣经读到遮。正道，因为你即句话，时间交互神学生陈德生。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搁一摆有机会来分享马可福音。伫讲道的正前，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搁一摆出叫阮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你，求出你即时甲阮伫地，对阮讲话，也帮助阮听你要对阮所讲的话。祈祷是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甲家己非常无共的人交流，是一种真特别的经验。在座若是有出过国，若是有讲外国人做生意、甲外国人生活的经验，咱就更较会当想象，迄种本来咱家己认为是理所当然、真自然的代志，原来对别人来讲，其实毋是。其实讲到甲家己无共款的人做伙相处的经验，无一定是指甲无共民族、无共国家的人。对咱的先生、对咱的太太、咱的囡仔、咱的爸母、咱的主管、咱的客户、同事、员工，嘛是安尼。毋知影大家有同意吗？伫今仔日经文的一开始，马可福音就描写耶稣去到泰尼地区。这个泰尼是伫地中海东边的一个大城市，一个海港。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城市、这个海港伫第1世纪的时阵是非常可能是一个真劳力、聚集真侪人的所在。因为会当做生意，会当甲外界有真侪的联络。我的意思是，你会当伫遮拄着无共款民族的人，无共款身份地位的人，无共款宗教信仰的人等等。耶稣是一位犹太人，伊无结婚，是单身，伊身边阁有学生，是一位老师。伊可能阁是一位木匠，迄时的耶稣可能阁是一个半公开的公众人物。这位耶稣来到一位清贫的大城市，伊会怎样来面对甲伊无共款文化、无共款宗教信仰、甲伊完全无共的人吗？但拄则咱所读的经文有描写，耶稣入去一间厝，无爱人知。
不过无法度保密。毋知影大家读到即句话有啥物想法？我有一个画面，就是耶稣甲门徒一群人非常的小心处理，因可能会找到大城市内底迄个人较少的所在来休困。然后我阁有一个好奇，就是原来耶稣嘛有想要得到啥物，但是无法度的时刻，真趣味哦。耶稣无法度将伊家己藏起来，拒绝甲外界、甲家己无共的人接触。耶稣竟然嘛有做袂到的代志。咱人的世界毋是只有一种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尔定。即句话听起来真简单、真普通、真好理解，但是今仔日咱会当过一摆来思考。咱敢会当真正明白伊的意义吗？比如讲，两个人互相吸引的时，常常是因为两个人会当看见对方甲家己相款的所在，因是因为有共款的兴趣、共款的价值观，所以互相吸引。但是，当两个人进入了婚姻，做伙生活10年、20年，有一个囡仔，有两个囡仔，有一个囡仔的时阵，两个人就会发现，其实对方甲家己非常的无共款，甚至还有一种的感觉：为什么有遮侪无共？当初哪会无看出来？所以安尼讲起来，面对无共的人，基本上就是咱人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拢在发生的代志。安尼问题就是，咱是毋是清楚知影，咱对这非常无共的人，这非常大的差别态度是啥物呢？咱可能有两种无共款的反应。简单来讲啦，第一种是我是对的，你毋对。咱会用啥物是对，啥物是正确，啥物是错误，啥物是毋对，这种亲像黑甲白分明的判断来回应这个无共。第二种是咱会较愿意欣赏别人的思考，愿意去理解别人为虾米会安尼想、安尼做，然后看出原来两边的无共是会当同时存在的。毋是啥是对，啥是毋对的问题。安尼，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无共，毋管是想法的无共、做法的无共，迄个无共就变做一种的开阔，毋是冲突。面对别人甲家己的无共，这两种的无共的态度，倒一种是咱习惯的反应呢？这是咱今仔日对经文的第一个思考。顶摆讲道的时阵有提到，法利赛人用清气无清气来分别家己人甲外人，因认为世界规矩就是爱照因的标准来判断、来分别。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讲，看到一位无洗手就食物件的人，问题毋是为虾米迄个人甲我的规矩无共，问题是为虾米你会当无照我的规矩？这是毋对的代志。但是妇人人甲耶稣的相拄，就显明一件事：代志无一定是安尼，人无一定需要用这分别对甲毋对这种的态度来看待甲家己无共的人。因为接续经文来到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见耶稣离开犹太人的地区，去到太尼。对这个妇人人来讲，耶稣不过是另外一区来的人。咱看经文的25节有描写，有一个妇人人找到无想要好找到的耶稣。随时有一个妇人人听到耶稣的代志，就来跪伫伊的脚前，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
若是只有即句话，读着马可福音人可能会认为，这就不过是另外一个耶稣赶鬼的故事尔。但是，请咱阁注意经文，经文毋是直接讲出福音人对耶稣的要求，比如讲，主啊，请你赶出我后生伫我查某囝身躯的鬼。经文嘛毋是直接记录耶稣的反应。你若是来看经文，你会看出经文阁插入去一句话，描写这位福音人的身份。伊讲啥？这个福音人是出自叙利亚腓尼基的希腊人。经文其实会当毋免写这句话，但是伊就甲伊写出来。福音人的身份是重要的代志吗？为什么爱特别写出来？这种的描写，互咱看见，这位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找到耶稣的福音人，是甲耶稣完全无共的民族，甚至是无共的文化、无共的宗教信仰的人。耶稣甲福音人是两边完全无共的人，伫一个所在相拄。耶稣将家己藏起来，已经福音人发现将家己藏起来的耶稣，这两件代志放做伙，咱就会当看出经文所表达的，可能就是一种人会甲家己无共的人相拄，这是非常自然，无法度相撇的。若是大家有安尼同意我的看法，一个外人入去一个所在，会感觉无自在，无想要互发现是一个真正常的反应。这伫现代社会嘛，真容易来理解。咱毋当想象一个外人即马入来教堂，来咱教会做礼拜，你想伊会坐伫上头前，还是上后壁？伊会坐伫中间，也是坐伫边啊。所以，这位福音人表现出一种的无简单的，伊主动挖掘耶稣这位人，这个人，甲伊讲话，甚至甲伊跪拜，对伊有所求。这位福音人就伊人生中可能是上痛苦、上无法度无去面对的困难，甲耶稣讲。这位福音人所做，通常毋是面对外人的反应，伊毋是用啥是家己人、啥是外人的分别来对待耶稣，伊是愿意去接触目前这位甲伊非常无共的人。所以，咱嘛会当对这提出第二个反省：面对甲家己非常无共的人，对你来讲，是一个佫想要想一个的代志，也是非常自然的代志呢。在这复杂、变化真紧的社会中生存，非常的无容易。所以，这个提问的意思，较毋是爱大家爱改变家己，一定爱变做什么款的人，较是邀请大家将经文当作一个镜。互经文来照家己，看咱家己是倒一种反应的人，而且更较重要的是，咱现在是怎样来看待家己的反应？你会感觉这是一种的困境吗？也是一种的自由吗？这个事实伫刷落来经文更较清楚，经文继续描写耶稣对这位妇人人的回应。耶稣甲伊讲，着先互囡仔食，摕囡仔的食物当互狗仔食，毋好。耶稣即句话，互2000年来研究圣经的人头壳痛到要死，因为即句话，无管安怎读，拢亲像耶稣伫骂人是狗。
拄则咱有提到，当两边无共款的人相拄的时阵，咱已经真习惯用好甲歹来分别、来判断。所以，若是咱嘛是用好甲歹、对甲毋对、家己人甲外人即种惯习、即种真自然的态度、感觉来读圣经，咱嘛会认为耶稣伫判断、伫分别。我的意思是，当咱已经认为耶稣将咱人变做狗，来分别家己人甲别人，而且也认为这是无好的分别，这种感觉，就亲像拄则所提到法利赛人的例，为什么耶稣所讲的话无照我的判断？耶稣无一定伫分别，但是咱对分别的惯势，互咱读到耶稣所讲的话时，就会认为耶稣伫分别。有啥物办法会当打破这种惯势呢？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来比较圣经，亲像放搁较济的镜，两个、三个镜放伫咱的周围，这无同角度的镜，就会当照出本来咱无看到的物件。所以，若是咱将今仔的故事甲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放做伙来比较，若是你手头有圣经，你嘛会使家己来翻一下。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有一段甲今仔日马可福音的故事真同款的故事。咱就真容易会当发现，马可福音伫遮所要强调的是大声的声。今仔日的经文加一个字，是大声的声。对马可福音来讲，第一个重点是啥物？囡仔甲厝内底的狗拢是家己人。囡仔甲厝内底的狗拢是家己人。用今仔日的话，你会讲想到是毛小孩。即马社会讲毛小孩。耶稣毋是伫分别，谁是家己人，谁毋是。耶稣所表明的是，甲妇人人同款，毋是用分别的态度来面对无同。耶稣甲妇人人同款，是将家己非常无同的人，拢当作是家己人。第二，伫马可福音所强调的是，就算是家己人，伫耶稣的文化当中，袂互囡仔伫巴肚枵，也袂互饲饱的时阵，就摕原本要互囡仔食的物件，等互厝内底的狗仔食。耶稣所表明的是，时间对两边的意义是无同的。这个无同，妇人人的回应是啥物呢？值得咱搁详细来看。经文描写妇人人讲：“主啊，肚仔骹的狗仔拢食囡仔的饼油啊。”咱敢有看出妇人人怎样面对甲家己无同的人吗？第一，伊无反对两边对时间无同的意义，也无提出需要紧急处理的例外。讲我即摆有真紧急的状况，请你来处理一下。伫耶稣所讲的话当中，问题是谁会当先食？是囡仔还是狗？真明显，多谢，应该是囡仔。但是伫妇人人的回应当中，问题是为什么袂当同时食、同时吃？为什么袂当同时来食？囡仔伫肚顶食，同时狗嘛会使伫肚仔骹食，这两种食无冲突，也无先后的问题。妇人人是将互囡仔食饱的时间转变做狗会当同时甲囡仔食的时间。妇
福音人化解时间甲空间的冲突。第二，伊无要求主人特别为狗做啥物。你想，爱爸母摕本来互囡仔食的物件，分互狗仔食，这是偌大的冲突。爸母爱伫两边选一边，爱分配，爱判断。但是福音人指出，因为狗所食的是囡仔对肚顶自然落落来，所以囡仔会当食伊家己的，毋免阁麻烦某物人阁要分开囡仔所食的饼，等互狗仔食。这非常的自然，无需要亲像耶稣所讲，主动等囡仔的饼互狗。主人毋免特别做啥物，福音人化解意愿的冲突。还有第三，伊无认为狗所食的会互囡仔食袂饱。若是照耶稣所讲，照时间来分配食的物件，先等互狗仔食，囡仔所食的就会变少。但是福音人所指出的是，狗所食的爸谱就已经够呀。对囡仔甲狗两边来讲，饼是会当同时饲饱因的。福音人阁化解资源的冲突、时间甲空间的冲突、意愿的冲突，以及资源的冲突，这三种的冲突，拢伫福音人一句话就得到化解。福音人无否定目前这位提出无共意见的人，讲我毋是狗，囡仔嘛会当无优先，你的讲法无合理。福音人所做的是啥物呢？伊是用对方的想法、对方的语言、囡仔、饼、狗、食，将伊重新来排列，创造出新的可能。这句话相当有力量，敢毋是吗？所以福音人是怎样来面对甲家己无共的人呢？伊完全的接受家己甲对方的差异，完全的接受的意思包含无评论、无讲，你讲话哪会遮歹听？而且伊表达家己的想法，无讨好，伊阁连结家己的需要，等待对方的回应。福音人这句话，互咱看见差异本身就是有力量的。差异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呢？咱来看经文描写耶稣对福音人的回应，以及最后故事的结局。经文讲，因为你这句话，你通转去，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福音人转去因兜，看到查某囝倒伫床里，鬼已经离开。这两句话真有意思呢。第一，耶稣对福音人的回应，无一句评论，无有权威的感觉，讲你讲的实在是真好，你的信心真大。若是你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就会看到耶稣的评论，但是伫马可福音无。你通过我的考验，这话拢无讲。耶稣嘛是用完全的接受来回应福音人甲伊的无共，然后敢若用报新闻的方式爱福音人转去。第二，若是你手头有圣经，咱过来看马可福音刷落来经文第7章33节，你小可显者，就会发现第7章33节，马可福音7章33节，耶稣有一个医治人的故事。连咪带这个人离开正人去边啊，
连咪阁用指头啊入去伊身边的耳孔，连咪阁配满伊的舌，连咪阁向天来吐气，连咪阁要讲开，遮尔高工。两段经文比较一下，伫今仔日经文当中，耶稣啥物代志拢无做，啥物代志拢无做。经文甚至无讲耶稣就赶出鬼。经文只有讲妇人人转去因兜，看见囡仔已经好。我是感觉真趣味啦，这两边的差别非常的大。所以第三，咱就来问一个问题：安尼查某囝到底是谁医好的？照经文来看，我认为标准的答案是唔知影，唔知影。但是这个唔知影，其实有真侪经文的暗示。咱来看马可福音第26章，拄则咱所读的。伊求耶稣甲伊的查某囝赶鬼，这个赶已经27节，摕囡仔的食物等互狗仔食，这个等，这两个伫希腊文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等，就是放的意思。所以第30节，经文讲看到查某囝倒伫床里，这个倒伫床里的倒。嘛是同一个字，这三个字拢是同一个字。经文用同一个字来表达啥物呢？我的感觉是，查某囝的身躯的鬼已经互弹出去啊。这三个经文合做伙来看，经文就亲像伫表达讲，耶稣已经完全照妇人人的要求，赶出查某囝身躯的鬼，伫伊看袂到的所在。我所讲完全照妇人人要求的意思，就是拄则所讲的，主人毋免特别为囡仔甲狗所要食的物件做啥物代志，代志就已经完成，所食的嘛已经够呀。这就是我所讲，差异本身就是力量的意思。当咱愿意用开阔的心来面对无同的人、无同的文化、无同的价值观的时，就会经历的代志。咱会当伫目前这位甲你无同的人身上看见，其实上帝嘛会当透过这个无同来显出伊的荣耀。这种的荣耀，无一定是真明显。互人直接看出讲，哇哦，是神呀！安尼，更较可能是咱必须爱行入去当初咱所离开的迄个所在，看到当初迄个土地名称，互人感觉真痛苦的物件，其实已经无共啊。上帝的荣耀伫遐，伫讲道的最后。我阁要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照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描写来看，耶稣看起来是啥物代志拢无做？敢真正是安尼吗？耶稣敢真正是啥物代志拢无做吗？伫我来看，完全毋是。顶礼拜，咱有举行圣餐的典礼。伫圣餐典礼的当时，牧师通常会说明圣餐的意义。其中有2句话是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还有一句：这个杯就是新约，用我的血设立的。这2句所要表达的，在马可福音14章嘛有出现。我的意思是，为虾米有被迫？因为耶稣就是饼，伊互家己互破开，
所以有白坡落落来。白坡为虾米会当落落来？因为耶稣已经真做饼，互挂伫悬的所在，挂伫十字架顶。而且，甲人食饼无共，人食饼的时阵，坡落甲规涂骹是咱所毋愿意的，伊是真自然就会发生。但是耶稣是家己行往十字架，而且用真大的气力，得意爱留伫十字架顶。咱爱知影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伊身躯全部的重量，拢伫三个钉仔顶头。然后，伊面对经过的别人讲，对十字架顶落来救你家己吧。以及宗教人士讲，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你会当对十字架落来哦。伊选择继续留伫十字架顶，互白坡继续对十字架留落来。更较重要的是，耶稣有讲话，伊已经无伫十字架顶啊。伊会当行入去倒骹，去到本来互判断无资格的人的中间，将伊家己的身躯的饼饲饱每一位有需要的人。耶稣的讲话已经打破时间甲空间的限制，每一个人拢是伊优先的对象，伊的恩典无限。这是耶稣所做的代志，为了互人经历迄种会当讲出因为你迄句话带来的自由甲透放，为了互每一个人无再需要互判断是毋是有资格食饼，是毋是有做到正确无错误，是毋是家己人也是外人，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甲别人无共的差异，真特别的家己来领受耶稣伊家己的供应。愿咱常常来思考耶稣为你、为我、为在座的每一个人所做的代志，然后嘛伫即种大众的标准的世界判断的生活当中，经历伊的讲话所带来自由的福音。请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今早起，你继续对阮讲话，你互阮看见，原来阮活伫大众的标准判断伫个，直到阮常常爱去追求大众的资格，但是透过耶稣甲福音人的故事，阮嘛看见。其实，你的本意就是照着无共的人对你的认捌，来向人显出你的作为甲荣耀。你照着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血，以及耶稣的讲话，互你的恩典搬过时间甲空间的限制，也赢过世界所有的一切，为阮带来自由甲透放。求主你继续帮助阮，常常用甲主你同制度的心，感谢你，孝念你所做的，帮助阮也愿意伫经历你的福音了后，继续忠心行伫你所爱阮要行的道路，直到你过来的时。祈祷是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回应诗，信息第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信息第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书函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为教会以上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公道的地点，感谢主耶稣接纳阮即群本地无配罪人。互阮会当伫伊的疼内面，找着，求着得着。第一点，为基体，沈淑慧、陈浩英、陈德明、赖清光、王仁豪、陈秀荣、王世明、王世奇、钟明珠、林以诺、杨志坚、李安娜。陈义军、林春基、陈宏毅。第三点，为这两天青少期夏令营的平安圆满，为学生较无亲群主、林北主、学习坚定外口主。第四点，为哥伦比亚、日本熊本、委内瑞拉强震为着中东俄乌战争。求主怜悯，甲世人彰显智慧权能。请同心压头的祈祷。还是无配做人，阮伫你面前，谦卑阮家己来祈祷。只是个。反省我家己，审查我家己，我将阮教会具体交到你的手中，将教会亲人交伫你的手中。
主啊，感谢你通过主耶稣，收拾阮丰富的灵命，甲赦罪的恩典。阮本是罪人，却蒙你接纳，互阮会当像葡萄树甲主结连，住伫你的内面，享受主的疼。主啊，你应允阮，找就找着，求就得着。求你帮助阮，无论面对什么款的环境，拢通学习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信靠你的恩典，专心追求你的旨意。主啊，这是阮恭敬为着教会所有的肢体来祈祷，将因交托伫你的手中。你亲知因每一人的状况甲需要，无论是身体软弱、心内忧伤、家庭的困境，也是生活中的困难，恳求你亲自施恩看顾，赐因教业的平安、医治、力量甲信心。互伊伫逐款的环境中，都会当经验到主的同在，也互因厝内的人，因为因对主的信心，会当得到主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帮助教会做辅导的同工，通过即届青少课夏令营这机会，互少年人会当离开因平常充满闪失的生活，会当做伙组织亲近你。用全新的角度来认捌这个世界，认捌主甲教会兄弟姊妹。主啊，阮伫遮求你保守青少年的心，通过这个活动，互因的心内对你产生渴慕，愿意亲近你、认捌你，也对你的话语中建立根基，学习无倚靠家己，反倒坚定倚靠主。也保守因今日下晡转来台北，一切平安。恳求主赐福两位牧师、老师、辅导甲同工，收赐因智慧、听心甲力量，互因诚做少年人的祝福。主啊，阮也为着这个世界而祈祷。最近哥伦比亚、日本熊本、委内瑞拉、印尼拢发生真重大的地震。真侪人失去性命甲受伤，心灵惊惶不安。求你怜悯因，帮助因伫灾后所有的恢复甲重建的工作，也求主安慰失去亲人、厝体甲正常生活的人。主啊，我为着战争来祈祷，求主怜悯世人，互战争的伤害得到止煞，互受苦的人得到安慰，互掌权的人有对你来的智慧甲怜悯，愿你向世人彰显你的智慧甲权能，互人看见家己的有限，愿意有下顿归向你。愿上帝赏赐世界平安甲五望。主啊，阮知影万事拢伫你的手中，阮无法度靠家己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阮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性命、教会、家庭，甲这个世界，拢交托你的手中。求主继续带领阮，互阮因为领受主的疼，就搁较愿意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疼。互阮成做主忠心的仆人，伫世间为主做见证。互搁较侪人透过阮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我的人，无抵带阮离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的台新首先来欢迎美玉的妈妈，请站起来，美玉的妈妈。无法度站起来，我拍无啊，欢迎美玉的妈妈，欢迎来到阮的中间。好，请坐。好。这是我煞只
继续报告，咱来做伙来看旧报。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即2天举办青少年团契夏令营，地点伫宜兰。两位牧师对因去吼，拢总有18人参加，请大家为着即群学生，嘛是咱的查某囝囝儿吼，会当因为敬畏上帝，得到克服万难的智慧来祈祷。本主日讲台信息由本堂的神学生蓝德兴来主理，我感谢伊。真好的见证吼。原著适合印传印头前的路站。第2点，下主日下晡12点半，华语礼拜结束了后，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注意。第3点，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在9月18号要颁发奖学金的发放办法，请大家看公布拿，申请到9月6号截止。第4点，本堂1楼外墙玻璃墙接缝所在吼，逐摆拄着豪大雨就会浸漏水吼，而且比一直严重经过专业人士评估我们于长老吼有找要用不锈钢板围封才会阻断渗漏希望会当这届修复之后可以一劳永逸吼，因为最近嘛拄着风台的季节，所以全体的小会员跟中职拢同意随时来动工，愿主保守这届的工程平安顺遂，大有果效。第5点，两位牧师伫8月后煞来这个礼拜吼，8月后礼拜25号到30号安排年假，那到时若是有紧急的代志，请甲阮本堂的代议长老吕正梅联络。团契消息1点，8月22号拜六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心灵课程，讲完是蔡文封关怀师。以上，奉献密信若是错误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15首，至诚天父爸，阮感谢你。因时煞请新学生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做伙，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别斗必灰。